好，我哋有請嚴明熙出場。係咪都等咗好耐啦？Hello， 主持。大家好。你好啊，主持。好，咁啊，其實都仲係新正頭啦，不如都同大家拜個年先啊！祝大家馬年龍馬精神，馬到功成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。好，當然啦，我哋都係祝福住嚴明熙啦，繼續就係發光發亮啦。同時之間咧，啱啱提到咧，其實下個星期咧就係元宵佳節啦。咁有冇話即係通常會點樣度過啲元宵佳節嘅日子咧？最常做嘅活動就係食湯圓。食湯圓。然後好中意食兩種味道嘅湯圓。大家可以估下，其實都冇乜，好似冇。邊個估？睇下先，芝麻、芝麻花生。係咁勁嘅你哋，佢哋好肯定添，咪芝麻花生，係就係呢兩個，好了解你。好，芝麻花生湯圓，啱啱咧其實兩位歌手都提到啦，即係食湯圓都係同家人團圓嘅時間啦咁樣。但係咧啱啱 Michael 都提到佢一樣嘢，就係佢以前 busking 嘅經歷。反而我想問下 Gigi 咧，即係都真係以前講到 busking 嘅經歷或者戶外 show 嘅經歷係點樣咧？冇好深刻㗎？我好記得我自己第一次 busking 嘅時候。應該係12、13歲。哇！尖沙咀有人估係啊，係記唔？其實佢哋知道㗎啦，因為我唔知點解條片流出咗，係會好容易流出咗。咁然後我就同我嘅表姐，我表姐就彈吉他，然後我就喺隔離咁樣唱咯。咁所以嗰次係其實我人生第一次 busking，都係好即興嘅，即係冇諗到自己會有一次咁樣嘅經歷。反而我想知嗰次 busking 即興嘅 busking 感覺如何咧？有冇覺得哇原來 busking 咁好玩嘅，咁開心嘅，定係喂真係好驚啊咁啊？我一開頭會覺得好緊張，但係到後尾即係唱第一二首之後就即係自己會享受呢個過程，好享受，好舒服啦。咁所以期待咧今日咧喺呢個時間裏面都係享受個過程，同埋大家都享受啦，好唔好啊？呢啲時間交俾 Gigi。好，大家等我一陣。呢一個企咁近嘅咩？可唔可以企呢度？都唔得㗎。我唱咗第一首先，好唔好？即係點解你哋知嘅？哦，好，好。咁我就喺呢度唱咗第一首歌。等陣，冷靜少少，安撫你。OK， 咁我準備開始唱呢一首歌俾大家聽，希望你哋鍾意《風的形狀》。記不記得你將證件與機票連着一份渴望放入這背囊？扎根也好，旅居也好，也許你還未知道答案。為了找人生不同形狀，未知地放手去擁抱一趟，換個比回憶廣闊的視角，乘着那風的幻想，離別的故事散落頭上，凝望那天高地光，沿路寫下我，長夜裏可想什麼，才值得你為曙光，為明日可和。太犀利啦！等陣有啲事情需要同你哋去交流一下，亦有些迷失不能名狀，大風吹，太多見解已聽過，你想聽無非心裏的直覺。
俾呢個心心，所以你知道我會，真係。咁我聽你咁講，咁我向前少少啦。我哋。嚴明熙。